金銀島1103-2025黃金暴漲，背後驚人反轉。一、冰火兩重天，黃金市場正在上演魔幻現實。一搶金潮，北京賽百櫃台被擠爆，大媽凌晨5點排隊搶股發手續。二、拋金難，某銀行10公斤回購金條積壓3週找不到買家。三、新玩法，深圳水貝驚現黃金 ATM 機，一刻起換秒到賬。二、深度解密，為何越漲越沒人賣？三大反常邏輯：一、恐慌性持有，78%受訪者認為金價將突破$3000。二、槓桿困局，$2700上方追漲者面臨爆倉風險。三、替代效應，年輕人轉戰數字黃金比特幣對沖風險。三、聰明錢流向，四大隱秘套利通道，驚人數據國際金價衝破$2500大關，但全國黃金回購量竟暴跌65%。南京某金店店長哭訴，現在收金比買金難100倍。這波史詩級行情暗藏哪些財富密碼？一、冰火兩重天，黃金市場正在上演魔幻現實。一搶金潮，北京賽百櫃台被擠爆，大媽凌晨5點排隊搶股發手續。二、拋金難，某銀行10公斤回購金條積壓3週找不到買家。三、新玩法，深圳水貝驚現黃金 ATM 機，一刻起換秒到賬。二、深度解密，為何越漲越沒人賣？三大反常邏輯：一、恐慌性持有，78%受訪者認為金價將突破$3000。二、槓桿困局，$2700上方追漲者面臨爆倉風險。三、替代效應，年輕人轉戰數字黃金比特幣對沖風險。三、聰明錢流向，四大隱秘套利通道，黃金股 ETF。某券商營業部單日開戶量激增3倍，即全金定投。95後白領月存5克打造個人金庫，跨境套利，香港金條每克價差最高達18元，舊金翻身。上海夫妻改造祖傳金飾月入10萬加。四、致命陷阱，這些坑正在吞噬你的利潤。回購套路，某品牌金店克扣純度檢測費高達8%保本危機，杭州投資者家中1000克金條遭白蟻蛀食鑑定騙局，直播平台999足金實測純度僅90%。五、終極拷問，現在該賣還是該買？空軍代表技術面出現死亡交叉，3季度必回撤至$2300多頭代表地緣衝突加美元貶值，年底看漲至$2800。